哦，打不着火了哈，那我们赶快，没有办法发动。来，我们准备这一台，哦，这个尽量的旧车啊。那一样，我们把那个电瓶夹哈，事先就接上去了，然后把正极，哦，这个正极的部分夹在正极。 好，负极也夹了负极，哦，它导电了哈、那就可以哦，绿灯亮绿灯啊、我们就可以发动，在这边发动，一下子3500 cc 就启动了，然后不要去冲它哦，我们赶快把电瓶夹拔掉，不要去冲它，发动之后就可以把它拔掉了。盖好 ，OK。